对原本最正装饰品的店面所改建而成的艺文空间，就为伫100年历史的大菜市街区3层楼高的基地相当显目。创办人杨倩宇表示，日前以微型食品店拍头阵，就引起热烈的回响。这回伫正式开幕的第一档展览，特别邀请9位艺术家来参展，以金刚、纺织等多媒材创作。有一寡食品虽然是挂伫展览的创作，不过嘛是真正会当搭配青菜，要让大家甲艺术无距离，融入咱的生活当中。这是我们这个空间开幕的第一个展。那之前我们是经营施华洛世奇水晶的 DIY 的材料，那因市场的转型，所以我们有因为我跟妹妹 Elfin 的兴趣，就是妹妹在这边，对，因为一个兴趣，所以想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跟之前产业有关的一些活动。那其实以前施华洛世奇水晶，它就跟艺术一直是有关联的。那我们可能有很多配合的老师、学生，或是说很多南艺大各个艺术大学的学生。那因为跟他们长期的这样子接触，包含我们还有一些自己办展的经验，因为刚好施华洛世奇本身他们也做了一个形态的转变，所以我们就在这1年，然后就想说好好思考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那因为这个社区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在地经营很久了，就一直想说可以在这里做点什么事情。那刚好这个地方它缺少了很多跟艺术形态有关的东西，然后包含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艺廊，它都是在比较偏僻或是需要开车特别经过的地方。那我们这里是一个人潮很多、车潮也很多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块。那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景点、这个地点，然后把艺术就是推广，让更多人知道。随着西市场无同的转变，木内空间用艺术的形态来呈现分世代每一个人伫无同场合、无同身份都有无同的表情，用第100张面来形容，描写咱生活的无同意念。其实应该是说，现在这是个科技时代，然后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情。例如说，我今天在 FB 或是在各个社群媒体上拍了一张照，明天再拍了一张照。其实同样都是我，但是我每天都是给每一个人呈现的是不同的感觉，甚至就算说同一张照片，他们看到我也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第100张脸代表说一个人他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面貌，包含生活，包含社群媒体，包含家人或是各个时候。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，接下来还有艺术家的所谓创作，欢迎大家来欣赏大开眼界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